乜嘢係膝骨性關節炎呢？膝骨性關節炎係指膝關節嘅軟骨出現磨損，令到膝關節失去保護同功能，導致膝關節出現骨磨骨嘅情況，產生局部疼痛，例如內側痛。特別係行樓梯嘅時候，成個人嘅體重會壓向軟骨受損部位，疼痛就會特別明顯。持續嘅膝頭負重活動，例如行樓梯、跑步、行平路等等，都會令軟骨磨損越嚟越嚴重。好多醫生會開止痛藥俾病人長期服食，呢個方法都只係斬腳趾避沙蟲。因為若果唔解決骨磨骨嘅情況，關節遲早會變形下陷，膝頭內側空隙收窄，最終變成 O 型腳，甚至需要做置換人工關節手術。換句說話嚟講，如果唔解決骨磨骨嘅情況，食得再多止痛藥都係無補於事嘅。若果你想知道唔使做手術嘅解決方法，快啲喺留言區留言啦。下條片先再同你分析更多人工關節嘅問題。拜拜。